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外交部安排美国佛罗里达州加波多黎各驻联邦议会领袖访问团上午拜会台南市议会，由议长郭信良带领所有议会同仁来迎接，并且针对农业、观光、贸易进行交流座谈。同时，双方也约定每年会互相进行参访。伫外交部驻迈阿密办事处人员的陪同，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员108个人，5号上午来到台南市议会参访，受到议会同仁热烈的欢迎。同时，这嘛是该访问团唯一参访地方议会。议长郭信良表示，除了感谢外交部对台南市议会肯定，同时嘛希望两国的议会交流。和美国的众议会进一步了解台湾的地方议会，望参访的议员回去用为台湾来发声，支持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外交部选择邀请大家到台南市议会参访，对我们是莫大的肯定。因此呢，我特别邀请了台南市议会3个党团的同仁及议员们一起座谈，也希望让各位对台湾地方议会有所了解，有机会尽量多多为台湾发声，毕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虽然台湾甲美国的地方议会伫个制度上有真大的无同，不过佛罗里达州甲台南有袂少同款的所在，包括气候、日照甲发展观光，和来访的贵宾拢有回来到厝的感觉。非常谢谢议长以及所有议员，你们如此热情的款待。我在台湾这边是第4天，在台南第2天，然后深刻的感谢到大家的整个热情的招待以及你们的这个人情。那虽然我们来自地球的另外一边，然后我们也有不一样的背景，但我发觉说，其实我们相似的地方比不一样的地方来的更多，包括我们家庭的文化、好客的文化。那佛罗里达州的第1大的经济的产业就是旅游业，我们欢迎来自各地的朋友，包括来到迪士尼世界等等迈阿密，所以我们享有这个好客的文化。最后，双方就农业、观光加贸易来进行交流座谈。尤其台南将伫个2025年举办第15届亚太蓝展，上午出席的裴瑞芝众议员，预计2020年嘛将成为众议会议长，到时嘛将组团来访。而出席的美国众议员嘛邀请台南市议会会用前往访问。对此，议长表示，上紧明年就应出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退出民进党以后，去年参选台南市长失利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伫政坛一片阻挡的声音当中，跳脱压力，打算伫8月底进前登记成立新的政党，同时积极结合有同款理念的力量，来投入明年的立委大选。前台南县长苏焕智应邀参与科技大厂的动土仪式，公开被肯定，同时开发南科树果园区的政绩，互人想起去年3月伊退出民进党回乡参选市长。虽然最后坦然接受得票率排尾仔名的事实，不过伊犹原持续对中央执政甲台南市政发展提出建议，会当看出伊对政治的热情。伫动土典礼上，伊接受访问表示，正积极筹组新的政党来发扬理念，强调明年立委大选并未缺席。因为是看到，现在台湾比较长期陷入这个统独的争议，已经争议了几10年，但是整个经济情况就是中产阶级大部分流失，然后这个贫富悬殊业的扩大，所以这个整个台湾的社会福利体系要赶快建构起来。所以我们这个政党主要就是要推动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然后呢，也希望把台湾的经济做起来。所以我们主张小政府，政府要扁平化。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的方向啦。苏焕智以组新的党，希望突破哪里政治版图来争取选民认同。对此，市长吴伟铁回应：苏焕智是民主前辈，对台南的前景规划有所贡献。面对伊的主动表示尊重甲祝福，
只是呼吁力赢力量未当分散。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三立货柜长期关心棒球运动，不但出钱出力举办棒球垒球比赛，而且对各项运动赛事拢真大方的赞助。U12世界杯小棒锦标赛特别邀请三立货柜总经理黄永仁、甲内政部处长陈宗安来担任开球的嘉宾，为中华队的小选手加油打气。三立货柜总经理吴延林正努力咧练习投球，希望等一个上场担任开球嘉宾的时，会当投一个好球，为比赛赢得好彩头。三立货柜长期关心棒球运动，即摆需要请教内政部处长陈宗安开球，则会用行动来支持中华小选手。今年是我们三立货柜首次赞助世界杯少棒国际锦标赛。我们非常荣幸可以和台南市政府及各企业共同来替我们中华小将们加油鼓励。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内政部陈宗彦次长担任我们的开球嘉宾，他以行动支持鼓励中华小将们。另外，为了让更加多人关心世界杯小棒锦标赛，三立货柜嘛特别举办彩绘外世界杯活动，提供奖品给参与的学校团体。我们三立货柜也举办了彩绘我的世界杯货柜创作赛，这是由12间青善国小的学生们所创作的，这些作品都在我们球场内的展示区。除了赞助中华队及大会支援外，同时我们三立货柜也非常重视、关心中华小将们在球场上的表现。我们也预祝中华小将们能够发挥最好的实力，取得胜利，然后把冠军留在台湾。彩绘外世界杯分别由安庆国小、丽林国小甲成华国小得到前3名的成绩。三立货柜总经理吴永林希望透过彩绘活动，让大家持续关心台湾的棒球运动，栽培体育人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立委林俊宪邀请内政部营建署长吴新修，甲台南市政府的官员，针对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进行简报甲说明会，争取希求原理连外道路的开辟，配合市地中卫案的推动，打造当地交通便利的生活圈。希求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经过立委林俊宪甲市府甲务局协助争取之下，已经得到营建署补助158亿，针对南区连接省道第17线到永成路段，并且计划将原民行路619项拓宽为15米道路，向西延伸到永成路。未来将甲第816线快速道路成为南区连外交通的新路网，更当疏解滨海公路尖峰时段的庞大车流。有一条在喜树已经都市计划22年还没有办法拓宽的喜树路151巷，那现在营建署跟市政府大概双方也都谈好了预算啊，中央也把预算给匡列。所以地方期待多年的喜树路151巷的拓宽，就是从民生路到滨海公路总算可以来开始进行了。营建署长吴新修嘛表示，南区原理希求连外环道路一定伫顶个月得到营建署核定，中央绝对支持地方的交通建设，建立方便的交通要道。工程预定分2阶段，今年8月下旬就将原民行路619项先拓宽施作，预计109年12月完工。所以在这部，我想我营建署一定会全力来协助咱起户家来加速完成咱这条路的这个开辟。目前希求原理公办市地中卫开发案，市府地政局一定伫107年审议通过，近期内会提出完整市地中卫计划书，预计明年4月动工。未来将特先规划附近原理万年镇的人工湿地公园，成为民众休闲运动的好去处。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国政府突然间宣布停发台湾自由行的通行证，恐惊造成国内观光的冲击。虽然交通部有马上宣布投入36亿来推动国民旅游奖励，不过台南也有一间一场语言中心，
免费提供1000位提升观光业者营运能力的课程，希望透过政府甲民间的力量，提升台湾的国际观光力。立委陈廷辉表示，中国官方宣布停发47个城市自由行的签证，接续可能会搁再减少团体的名额，恐惊互台湾每届大选必须面临观光冲击，变成一种的常态。毋过，伫政府祭出国民旅游的奖励同时，台南嘛已经即场外语的中心响应，推出1000个名额，免费提升观光业者外语的能力课程，并且透过民意代表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民间做伙来响应，提振观光。因为每一次台湾只要有选举，中国就会做出一些动作。那这些动作其实我们早就有准备哈，也就是在8月1号，他用了一个杀手锏，就是阻止所有的陆客自由行。那这个部分当然会对台湾好像瞬间会感觉观光会受到冲击，可是还好，我们交通部也提出了36亿的一个国旅的补助。那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业者的响应哈，也就是由直达外语它提供了1000名的这个观光外语的一个升级教学哈，也就是说，我们针对所有的一个观光产业的产别，我们会去设计一个小班的专业训练，然后让他能够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些专业能力，然后包括各种的外语。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业者来力挺我们政府、力挺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这个课程我们会针对说我们观光中的一个职业类别。那我们会特别针对这个部分开设主题式的课程。那因应到说我们观光业者可能蛮多地方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为了要弹性授课，我们这一次我们也会用比较新的一个技术，用线上、用平板跟用手机就能够让老师真人互动上课，那也可以方便我们业者来做提问。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做一个有效而且快速，让我们的观光业者在面对到欧美客户跟日韩客户，他不再惧怕。至于观光业者的弹性学习，即届外语中心曾提供1000个线顶教学，另外嘛将针对观光英语来开设专班，以主题式的小班教学，希望提升业者的英文能力。如果成效袂歹，未来也将提供日语加韩语，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各界业者共同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庆祝父亲节，台南市会提前表扬安南区认为模范父亲，适合由议长郭信良带领王金德、黄丽昭、李中钦等议员，甲安南区长叶志明做伙致敬本仔，和自强爸爸张玉成以及金正爸爸林正成，赞扬因亲像山同款，努力坚持照顾家庭。父亲通常是厝内底较安静的成员，平常时为家庭付出。佮安那辛劳嘛真少咧花忝，所以常常容易被忘记哩。台南市安南区今年就2位父亲入选自强爸爸以及金钻爸爸，分别是钟玉成佮林正成2位伟大父亲。议长郭信良4号亲自前往2位模范父亲的厝内底祝福，并致敬匾额鼓励。谢谢。台南市今年的模范父亲呢，由市提拔的总共有56位，
那我们安南区的占了2位，这2位的父亲呢，都是经过了评选，还有地方公正人士共同的推荐，以及认为是值得表扬的模范父亲。那台南市议会包括王景德议员、黄立昭议员，还有我们的秘书处主任，还有区长和里长，今天特别呢来芝加鼓奖励，也就是奖励我们的模范父亲。自强爸爸张玉成伫后生小学阶段发现伊有学习障碍、雅斯伯格症等症状，需要特殊辅导，但是张生是无放弃后生。伊就在陪后生读到大学。真转爸爸林正成，则是因为善尽家庭责任，后生甲查某囝教养拢称获好评，屡受到表扬。2位父亲虽然处境拢无同，但是关爱囡仔心拢是不变的，是咱社会楷模。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以培育产业 AI 人才为目标的台湾临港智慧学校，甲奇美事业合作，培育南部地区临港智慧高阶经理的人才。伫台南开设台湾临港智慧学校的南部分校，要帮助南部的企业，也会当快速的培养 AI 的人才。随着 AI 临港智慧发展，奇美事业近来积极投入人才培育行列，不仅大手笔赞助台湾临港智慧学校成立，伫去年台湾临港智慧学校第1期开学时阵，就率先派6位公司内部员工北上受训3个月，积极训练人才，同时嘛，力邀台湾临港智慧学校前进台南，将南部分校的教室设伫咧奇美事业新店厂区当中，让南部的企业买当快速培养人才。今天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南部分校第2期的开学典礼。那今天最特别的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校友已经4700人。好，那这是我们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南部校区的落成以及开学。那这个校区呢是奇美实业特别斥资7600万元来打造的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最新的校区。那到今天呢，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已经完成台北总校、新竹分校、台中分校跟南部分校的布局，在全台湾有4个校区，各自都有1000坪的校地，供我们的学员们来使用。台湾临港智慧学校成立至今1年外，已经为台湾培育4700位 AI 产业人才。南部分校嘛，甲南科管理局合作，希望会当清理当地产业需求，结合学界力量，甲产业界一同打造实作平台，帮助台湾产业 AI 化，提升产业进步。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甲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合作，举办6场健康是世界讲座。第1场讲座邀请到安南病院减重外科医师辛明哲主讲，甲民众分享减重的正确观念，吸引真侪女性朋友到场参加。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甲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联手举办的健康新世界系列讲座，为8月3号开始，连续6周的拜六，邀请专家畅谈健康甲社会议题。第1场邀请到台南市安南病院减重外科医生辛明哲主讲，甲现场民众分享正确减肥观念。其实减重是大家的问题，可是很多减重的想法或做法，有效的跟没有效的，其实很多人会分不清楚。那我们会利用这个讲座为大家分享一些减重常见的误区，跟减重一些重要的观念。那希望这样子的解说对未来各位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主办单位为了方便民众参与，讲座完全唔免收费用，而且唔免报名，随到就随听课，轻松学习无压力。这个活动最大优惠是完全免费，而且呢，第2个是我们不让大家麻烦，说还要事先报名，完全不要，你就用那种很轻松、很愉快。我今天有空我就来这样，我就来听讲就是说，哎呦我很匆忙，我迟到个10分钟也没关系，我们不会把你挡起来，也不会点名说你迟到了，完全不会。健康新世界系列讲座内容丰富多元，主讲者拢是各领域优秀的专家。讲座除了会当增进大家对着相关议题了解以外，对着个人以及厝内底的人健康出境拢真有帮助。讲座为即马开始，一直到9月7号为止。主办单位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踊跃到场参与。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所以基本上我们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
明仔载是好天，中昼过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